來繼續來到苗栗的後龍，一個釣客佇個出海口發現一個小男童坐佇個玻璃籠面頂，漂浮佇個大海上，驚一個趕緊來報警。啊，好哩家在當時是退流水，這個小男童才無漂到海外。原來這個讀國小4年的小男童偷走課，走去海邊啊佚佗，坐這個廢棄的玻璃籠，佇個大海漂浮100公尺，加在是有驚無險，海巡人員順利甲救起來。查甫囡仔浮佇咧海面上，今日看伊坐佇咧玻璃籠，海波浪甲伊愈陷愈遠，已經先離開岸邊。附近釣魚的民眾覺得着真驚，趕緊報案。過程中，查甫囡仔坐佇咧玻璃籠，真好運浮到岸邊，海巡人員趕緊救查甫囡仔。剛好在那個有沒有？那不是有沙子？剛好那個切口那邊，一直上潮，一直往那退潮。代志發生的地點就佇咧苗栗後龍中港溪出海口，昨下晡讀國小4年級的查甫囡仔偷走學，家己走去海邊耍。看到的民眾講，當時拄好是課落時間，查甫囡仔家己一個佇咧離海邊50公尺的岸邊耍，想袂到岸邊的玻璃籠變做伊的救命工具。查甫囡仔坐玻璃籠為海外浮100公尺，離出海口敢若差200公尺，險啊着流出海外。導師一早就發現孩子沒有正常來上學，其實有通知家屬，那家屬電話沒有接，那學校其實很有警覺性，他就是到家去做一個家訪，有通知警察單位一起來。查甫囡仔險啊着流出海外，加在平安回到岸邊，但無安怎。不過查甫囡仔偷走學，險啊着算甲無命。對這件代志，苗栗縣教育處介入處理，講會透過專業社工師來輔導查甫囡仔。